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风台动向，讲这个风台洋流呢往台湾东部方向来，而且无排除讲有这变强的可能性，有可能是变做是这中度风台。气象署上紧伫今日暗时深更到明仔早起呢，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也中度发布陆上警报。按算这风台会对花莲台东地区来登陆，一天就离开台湾。影响上界激烈的时阵是拜三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也若花莲台东含南部的山区就要注意大水雨。轻度风台洋流向台湾东海岸步步逼近，也有可能穿过台湾本岛，而且强度持续增强，有可能达到中度风台等级。气象署预测，拜三影响台湾上界激烈，花莲台东这个所在拢有可能是登陆的地点。若做路线不变，上紧拜一半暝至拜二早起，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；拜二中昼至卡到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最高几率会登陆的地点会落在南花莲、台东的这块区域，其次就是在花莲、宜兰这块区域。那目前的状况都是比较偏南边一点。因为风台将对台湾过来，根据气象署120点钟，风台暴风侵袭记录显示，到拜下晡2点，全台湾包括台东县、嘉义县市、云林县等，已经有6个县市暴风侵袭记录超过9成。台中、中华南投等6县市也达到8成。另是全台12县市有一半气候风台暴风可侵袭记录超过80%。气象专家提醒，洋流风台虽然范围小，不过强风大水雨的威胁也是要注意。在迎风面，也就是所谓的宜兰以南地区，都是它的这个迎风面的地区，也是属于剧烈降雨以及发生强阵风最为显著的一个热区。气象署表示，因为风台影响，拜三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尤其是华东地区、南部山区，一定要注意有局部性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。提醒民众要做好防范风台准备，不过风台路线甲强度也是无确定，请民众持续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。记者采访报道。